三只熊的故事。古早有三只熊，因做伙住伫树林内，有一间因家己的厝。因内底有一只熊是细只囝，另外一只体型中，佮另外一只就足大只。因个人拢有一块碗通底糜，细只的碗细，体态中的碗中，足大只的碗足大。因个人嘛拢有一条椅仔通坐，细只的细条椅，体态中的椅中班，足大只的椅足大。因个人嘛拢有一顶眠床通困，细只的床细，体态中的床中，足大只的床足大。有一天，因甲早顿的糜煮好势，就甲倒入去因的碗里。过来，因就利用迄要甲糜放好凉的时间，先去树林里行咧。安尼才袂为着伤赶紧要食糜，煞去互烫着喙口，就较歹看。因为因是有礼貌佮真有教识的熊。就伫因离开厝的时阵，有一个查某囡仔，叫做金凤啊。伊就住伫树林的另外一边。迄阵，因老母交代去办代志，拄好去经过迄三只熊的厝，伊就去好闲，为窗仔门甲探，佮为锁匙孔共偷看厝内。当然，安尼做真毋通，实在是无教无识。伊看到厝里无人，就甲门窗扭开，这门嘛无锁，煞毋知影倒是迄熊拢是好熊，从来毋捌想过要去共害，嘛袂按算讲会有人要来甲因害。过来，这个金凤啊，门开咧，人就行入去，无偌久，去互看到桌仔顶有糜，看甲伊的心花开。这时，若准讲伊是一个教识真好的查某囡仔，伊就应该等熊因转来。凡细熊，伊嘛会招伊做伙食早顿。遮个熊拢是真好的熊，虽然因甲一般的熊同款，拢有一丝丝仔粗鲁，但是因的性地是真善良，佮真好客情。不过金凤啊是一个粗鲁、厚面皮，佮无教识的查某囡仔。伊啥咧就开始食。伊先去啖一喙大只熊的糜，哎哟，有影仔是有够烧。刷落来，伊阁去啖一喙体态中的熊的糜，阁感觉伤冷啊。落尾，伊去试迄碗细只的熊的糜，这拄拄好，袂伤烧嘛袂伤冷。伊欢喜甲，就规碗加输了，连一点点都无剩。刷落来，金凤啊感觉忝啊，这就是因老母交代的代志，拢无做。颠倒是伫遐得了尾仔佚佗才会安尼。所摆，伊就去坐伫大只熊的椅仔，想要休困，毋过电酷，无舒适。伊就搁坐去中的熊的椅仔顶，坐着软烧，嘛无介意。上尾，伊坐去细只的熊的椅仔，拄拄好，袂伤甜嘛袂伤软。伊就甲坐条咧，坐到人的椅仔面落落去，伊嘛缀咧跋伫涂骹，气噗噗。这个查某囡仔的性地实在是有够歹。当金凤啊按算要休困，伊就走去楼顶迄三只熊在困的困房。头起身，伊去倒伫大只熊的眠床。毋过，这顶床的床头对伊来讲，有影是伤悬。刷落，
伊去倒伫中中仔A型的眠床顶，不二个，即遍是床尾伤悬啊。最后，伊走去倒伫细细只 A 型的眠床顶，哇，拄啊好，床头甲床尾拢袂伤悬，真合真搭吧。伊怎啊甲倒好舒适，佮甲被盖甲好势，佮来伊就困甲真落眠啊。即阵，迄三只翕想讲，因的糜嘛差不多凉甲通好势啊食，因就转厝要食早顿。即个放风的金凤啊，煞甲汤匙仔拼伫大只翕的碗里，就插伫糜里插徛。有人食我的糜，大只翕用伊粗粗佮粗鲁的声大声讲。刷落中中仔的翕嘛去看伊迄碗糜，共款嘛看到汤匙仔插伫翕。有人食我的糜，中中仔的翕用伊中中仔的声安尼讲。过来细细只的翕嘛去看伊的碗，内底嘛有汤匙仔，毋过糜一丝仔都无剩。有人食我的糜，佮拢总甲我食了了啊！细细只的翕用伊细细仔的声安尼讲。为着安尼，因三只翕知影有人入来因厝，佮甲细细只的翕的早顿食了了，因就开始四界顺四界上。拄好拄食迄个放风的金凤啊，为大只翕的椅仔起来的时，无甲迄块电酷酷的椅子仔翘好正。有人来坐过我的椅仔，拄食迄个放风的金凤啊，佮甲中中仔的翕迄个软烧烧的椅子仔坐甲内落。有人来坐过我的椅仔，中中仔的翕用伊中中仔的声安尼讲。有人来坐过我的椅仔，佮甲我的椅仔坐甲歹去。细细只的翕用伊细细的声安尼讲。当即三只翕感觉着爱四界顺咧较妥当，凡说有贼仔走入来，所摆因就上楼去困房。拄好拄食迄个金凤啊，有甲大只翕的枕头为伊本地位溜走。有人来倒过我的眠床，大只翕用伊粗粗佮粗鲁的声大声讲。拄好拄食迄个金凤啊，有甲中中仔的翕揽咧困的长枕头为伊本地位溜走。有人来倒过我的眠床，中中仔的翕用伊中中仔的声安尼讲。毋过细细只的翕走去看伊的眠床的时，长枕头搁伫伊本地位规站好好，枕头嘛伫长枕头顶悬下甲好势。毋过枕头顶悬哪会是金凤迄粒金毛的头壳？即粒头完全放毋着位，根本金凤啊都无应该来伫遮。有人来倒过我的眠床，而且伊即摆要倒伫遮。细细只的翕用伊细细仔的声安尼讲。金凤啊伫眠梦里有听到大只翕迄粗粗佮粗鲁的声，毋过伊困甲伤落眠，迄声在伊听起来，只不过是风在沙沙叫，也是单位讲轰轰叫的声尔。伊嘛有听到中中仔的翕中中仔的声，毋过迄就敢若伫梦里听到有人在讲话共款。毋过伊听到细细只的翕细细的声迄阵，迄声来咸咸佮长耳，伊一个就去互响起来。伊雄雄徛起来，一个看到眠床边有三只翕，带一个踉过去另外一边的眠床骹，过来就赶紧走去窗仔边。窗仔是开开的，
因为甲其他好款佮清气上的鱼同款，因三只鱼早起精神的时，拢会甲窗仔门开好好势。这个无乖佮着惊的金凤啊，就为窗仔甲跳出去。到底这个查某囡仔是甲伊的颔棍仔削甲长去，还是伫树林里找无路通转？或者是讲有找到路通转，毋过为着因老母交代的工课拢无做，无乖煞去风术，这就无人知啊。总是这三只鱼后来都毋捌阁看过伊啊。